five。是我妈妈，妈妈，耶！我儿子。太棒了！我今天可没强求着装啊。做戏做到底吗？准备的怎么样了，李小朋友？唉，英文诗歌啊，真是要了我的命啊！你只学了1个星期，而且是从零开始学起，可以说出完整的句子，就说明你的高智商。你只要去跟老师诚恳的道歉，老师呢，也一定会宽大处理的。话说的倒是没错，但他那间幼儿园的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以防他们挑刺儿，还得想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不如这样。哦。喂，你们2个可不可以正大光明的说呀？耶！我可是你亲爹。上车！走喽！ Starting from now, I must behave well. I try the very best in learning. Thank you. 之前对各位的一些无礼冒犯，真的很抱歉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因此，我还为大家准备了新节目，希望你们更加喜欢我啊！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《山海经》里面夸父追日的故事。夸父与日主早，入日可，日得饮，饮于何？为何？胃不足，北饮大则，备之，道可而死。亲情障，化为冻龄。这是你的主意？你说的嘛，既要传承又要开放，就应该让那些老师传承开放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李小朋友，这些都是谁教给你的？是我， Give me five。是我妈妈，妈妈，耶！我儿子。太棒了！还是小孩子最快乐，开心烦恼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长大了反而不能没心没肺了。其实你也可以啊，心态决定一切。差点忘了，你也是说忘就忘的。合作愉快。凑合吧，走了。哎，如果你可以考虑的话，我们下次再合作。长期合作的话，我可以付费的，多少钱你来定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又是交易。我刚刚说了些什么呀？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把我带到现代搞什么鬼？我要回去，我要我的妙智。只要你不做猪一样的队友，我很快让你抱到美人归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之前都是小打小闹、探路探道，现在我准备正式开始逆袭。你赶紧告诉我，到底想用我的身体搞什么鬼？李欢，准备接招吧！圆圆圆，
实在是太高兴了，被老师选中跟小美女在元旦联欢晚会上一起表演中英文诗歌朗诵了！好了，你都已经说 N 遍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哼！恭喜你啊，改天给你补礼物。OK。哎呀，不知道前几天谁在那边哭鼻子。哼！恭喜你啊，从今往后就不用缠着我们家冯峰了。请注意你的用词，什么叫缠呢？我们之间可是你情我愿的。谁说的？哎，人小孩没怎么样，你们两个倒是吵起来了。哎呀，这游戏好难啊，过了好几次都过不去，怎么办呢？哪一关啊？求我的话，我会考虑帮你一下。你帮我一下呗。老板，其实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我早就知道了。早就知道了。怎么会啊？我明明隐藏的很好的。挺明显的，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得到。那你会让我在你身边吗？会啊，为什么不会啊？真的啊？谢谢啊，谢谢你也喜欢我。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。那我们以后的关系是不是就不一样啦？我们的关系和以前一样，你千万别见外啊！我还是你的老板和朋友。哎，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大哥呀。啊？你刚才不是说可以让我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赞同你的父亲。我爸？你父亲不想让你实现你的梦想，我真的不赞同。我想跟他说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的话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我支持你，我会一直让你在我的身边，医治我的同时呢，实现你自己的梦想。哦，这样。这不是你想说的吗？姐姐，累死我了！你看，超市大减价，看我买了什么好东西。我看看，皇上啊，我先回学校了。买了你最喜欢的薯条。太好了！我也先回学校了。莫名其妙。姐姐，我太喜欢超市大打折了，又能满足我的物质欲，又能满足我的购物欲。那个，今天大打折，我就分你一个凶器，不许再说我对你不好了。谢谢。不是他的号吧？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芬妮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说来听听。我终于想明白你想要什么。走，看，这就是你梦想的戛纳红毯。啊？所以我会呢，继续说服我大哥投资电影，我呢，干回我的老本行当制片，到时候我就有充分的手段来把你捧成一个大明星。
哎，叶波，真的是你啊啊！我的好兄弟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我看你这身行头，也不像是破产了。哎，我可听说你当街乞讨，连牛郎都做过了。谁告诉你我们家破产了？来，凭我叶波的实力，我早就东山再起了。难道你没有看出来？我这容光焕发、返老还童的外表，你就感受不到，你就感……算了，你也感受不到。我投资了一家电影公司。正在筹备一部国际大片，里面用的全是国际大腕儿，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芬妮。哦，是。哎，芬妮，工作的问题，请直接联系我的经纪人。哎，芬妮，你说咱俩这关系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对不起，我很忙。要是再有这种无聊的事情的话，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再见。我去，这太难了！我又说错什么话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我这个逻辑，哎，你跟李欢怎么样了？那天的表白。